Hello， 大家好，我係寶兒啊。最近咧，大家都知道我同圓咕碌退咗學啦。咁其實點解我會有呢一個諗法呢？今日就嚟拍條片嚟同大家分享啦。咁我一向都覺得圓咕碌咧係一個吸收能力好強啦，學習能力好強啦，係一個好開心、好容易適應新環境嘅一個小朋友嚟嘅。咁但係咧，我就發現咧，佢去到唔同嘅班去上一啲 playgroup 啊，或者係一啲返學嘅時候咧，佢可以坐定定。但係咧，總係隻手咧就會撩下隔離啊，或者佢坐定定就唔係正對住老師，可能係要打側嚟聽下，隻腳又要喐下，隻手又要揾嘢去摸下，咁佢就坐唔定咯。另外咧，有時候佢就開始會自言自語啦，自己同自己講嘢。呢樣嘢咧就令到老師咧就會開始可能會有啲擔心，圓咕碌咧係咪唔夠專注啦？咁而且呢樣嘢咧係咪會影響到佢嘅學習能力？咁我聽到之後咧，因為作為第一次做人父母，我都唔知道咁係咪一個正常嘅小朋友。咁但係我真係平時同佢學習，我覺得佢吸收能力好好嘅喎。咁究竟出現咗咩問題呢？直到咧我遇上咗咧有一個腦評測叫 TQC。咁呢個咧就真係咧用一啲比較科學嘅方法咧，去幫圓咕碌做咗一個腦部嘅分析。佢就係用一個專業嘅腦電波機啦，去採集大腦嘅腦電波平均值。咁再加埋咧就會係攞埋你指尖嘅呢啲末梢神經嘅電位差啦，去對比翻佢嗰個非常龐大嘅 database， 有成1.4億嘅一個數據。當然係配合咗 AI 啦，配合咗腦科學啦、胚胎學啦、教育啦，各方面好多唔同嘅專業知識咧，就去做咗呢個報告。呢個報告咧就將人嘅腦袋咧分成10個區域啦。其實10個區域咧都主管唔同嘅一啲嘅能力同埋一啲嘅天賦，例如係你邏輯推算能力啦，或者係你嘅視覺嘅一個感受力啦，又或者係你嘅語文啊對文字理解嘅能力啦。然後透過呢個報告咧，我發現原來圓咕碌咧佢基本上咧最強嘅一個學習能力咧就係聽力學習型同埋思考型。Which means 咧就係因為原來我同埋袁生咧經常性同佢傾偈啦、溝通啦，俾佢聽好多唔同嘅音樂啦，以至刺激到佢已經開發咗嘅能力咧就係聽力嘅學習能力。咁所以咧佢原來喺接收資訊方面咧就係要透過聽力係會比佢閱讀啊或者係其他方面咧都更加好。咁我就明白咗點解佢返學校咧可能會出現呢一啲坐唔定嘅狀況。第一可能就係佢係淨係聽故事，聽一啲咧難度性比較高嘅故事咧，佢就會專心得到啦，因為可能係有挑戰性，或者佢平時咧 input 嘅嗰個數據量已經好大，所以當老師講故事講得太慢嘅時候咧，佢就好容易會走咗神去咗第二度啦，因為嗰個刺激唔夠，即係除咗係聽力型之外，佢仲係思考探究式，所以佢好多嘢咧就要透過自己嘅小手肌肉咧係要親手去試，用一個探究方法咧咁就可以開發佢嘅腦唔同嘅天賦。平時如果我哋喺傳統嘅學校啦，又或者喺屋企嘅安排上面咧，呢個媽媽咧就係可能係因為比較心急，所以我都會幫佢安排嘅嘢咧係好有節奏感，咁所以我都唔會將佢每一個 task set 得太長。我通常同佢玩咧就係可能玩一樣嘢玩10分鐘，咁我哋就會 move on 去第二個活動。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原來對於圓咕碌嚟講咧係太速啦，因為佢真係需要咁多嘅時間係俾佢可以喺裏面沉浸式咁樣學習。原來呢個係佢嘅學習模式。明白咗之後咧，我真係咧喺我俾圓咕碌嘅嗰個生活時間表上面做咗好多嘅減法啦，我亦都去幫佢保留翻其實對佢嚟講最重要嘅嘢，而唔係我覺得重要嘅嘢。咁樣嘅過程我就發現，原來我真係同佢好似順咗好多。咁樣嘅一個相處底下，過咗1-2個禮拜咧，佢嗰個表達能力啦、思考能力啦，或者佢學習語言嘅能力咧，比起之前又再跳級咗。佢好似卒之係有一個空間去俾佢將之前學習到嘅嘢醞釀，然後就去輸出翻出嚟。當然啦，呢一個咧係適用喺圓咕碌身上嘅，亦都唔係所有小朋友都係適用。呢個真係要因材施教。咁呢個 TQC 嘅報告仲可以知道啲乜嘢咧？可以知道佢10個區域啦，呢10個區域裏面邊一個係有天賦嘅，即係定係佢可能努力咧就可以去到成普通人嘅一個 average。咁或者有啲 area 咧，有啲範疇係你努力少少咧，佢其實嗰個成效係會顯著好多。咁你可以專注去投放喺嗰啲佢容易命中率高啲嘅範疇啦。亦都會知道小朋友嘅性格啦，佢嘅趨向啦。當我哋知道咗小朋友或者係知道咗自己之後咧，我哋係更加容易去知道自己嘅一啲限制啦，亦都知道小朋友咧可能係更加適合讀啲咩興趣班啦，更加適合讀咩學校啦，咁樣就可以去用一個最適合佢嘅方法去培育佢。呢個報告都好幫助到我去用一個比較科學嘅方法認識自己嘅小朋友。雖然自己成日都對住佢，咁但係有好多嘢如果唔係有個報告去同我咁樣去分析嘅話咧，我未必有咁樣嘅信心去相信，咦，我為佢揀嘅就係最適合佢。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不妨咧就私信我啦，我就可以提供一個聯絡資訊俾大家去同佢溝通。希望呢條片都可以幫到有需要嘅人啦。下條片再見，拜拜。小紅書